有一個國王為自己個仔辦婚宴，但係佢請嘅嗰班貴賓全部唔肯嚟，仲有人殺咗佢派去嘅僕人。國王勃然大怒，下令消滅咗嗰班殺人犯，然後叫僕人出去街上，見到人就請，好人壞人都請埋。唔夠耐，宴會廳就坐滿晒。但係國王突然發現有個人冇着婚宴禮服，佢即刻叫人將佢趕出去，丟落外面嘅黑暗裏面，喺嗰度哭號切齒。No, please no! 故事最後留低咗一句好有意思嘅話：被召的人多，選上的人少。呢個就係耶穌喺馬太福音第22章講嘅婚宴比喻。個故事幾發人深省，好多人將邀請理解為福音係以色列人拒絕之後向所有人開放嘅，但係嗰個因為冇着禮服就俾人趕走嘅人，先係整個故事最令人震驚嘅地方。大衛鮑森喺《公義的神與公義的福音》呢本書裏面深入研究咗呢段比喻。佢認為雖然邀請對每個人都係免費嘅，但係你嚟到卻冇着上真正嘅義袍，即係話你冇真正改變過，咁可能係唔夠嘅。想知道鮑森點解覺得呢件禮服咁重要？歡迎嚟到 Bookmart， 我哋一齊喺呢條片度探討神究竟係點樣嘅呢？好多人話聖經教導神就係愛，但如果係咁，我哋點解釋嗰啲拒絕國王就俾人消滅，或者冇着禮服就唔俾入天國嘅經文呢？鮑森指出，當耶穌同使徒向未信者傳講嘅時候，佢哋通常唔會淨係話神係愛咁簡單。有一個好常見嘅誤解，就係無條件的愛。有啲人以為呢個意思係，無論你點生活、點對待人，神都應該接受你。佢哋將神嘅憐憫當成放縱，將恩典當成犯罪嘅藉口。另外啲人就自以為義，覺得神點解唔更嚴厲懲罰惡人？呢兩種人有個共同點，好少承認自己嘅罪，反而將責任推到神身上。鮑森鼓勵我哋去睇約翰福音3章16節嘅上下文。喺同一段裏面，耶穌提到民數記21章4至9節嘅故事。以色列人喺曠野中背逆，神就降下毒蛇咬佢哋。後來百姓悔改，神就吩咐摩西整一條銅蛇掛喺杆上，凡仰望佢嘅人就必得活。神冇撤銷審判，但係佢提供咗一條得救嘅路。同樣道理，耶穌話佢將會被舉起，叫一切信他嘅人得永生。神無條件嘅愛體現喺佢藉着十字架為我哋預備嘅救恩。正如約翰福音3章18節所講，信嘅人唔被定罪，唔信嘅人卻已經被定罪啦。神係愛，但神亦都係公義嘅。鮑森嘅結論係，正正因為神係公義嘅，有一日佢必會審判同除去一切嘅惡，令罪唔再存在喺呢個世界。咁就引出咗一個重要問題，福音到底會俾啲乜嘢我哋呢？正如羅馬書1章16至17節咁講，我不以福音為恥，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。這義是本於信，以至於信。如經上所記，義人必因信得生。鮑森強調，福音唔只係關於赦免，雖然赦免係起點，但係唔止於此。福音真正嘅大能係要令人得着義，將惡人、罪人藉着聖靈改變成為善人、聖徒，呢個先係福音真正嘅力量。咁返去婚宴嘅比喻，進入神嘅國究竟有冇條件？呢個比喻話俾我哋聽，俾人邀請到係唔夠嘅，你仲要有所回應，帶着悔改嘅心，讓生命真正改變。約翰福音3章5節咁記載，
耶穌回答說：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，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，就不能進神的國。咁，從聖靈而生嘅證據係乜嘢呢？啟示錄19章7至9節咁講：我們要歡喜快樂，將榮耀歸給他，因為羔羊分取的時候到了，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。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。你要寫上，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。又話，這是神真實的話。唔理你係邊個，唔理你做過乜，福音嘅門到現在仍然係開着嘅。神嘅公義同愛，隨時準備好要更新你嘅生命。只要你憑信心接受，踏入神嘅恩典，讓神令你成為新造嘅人。多謝收睇，記得按讚、訂閱，亦歡迎喺 Bookmark 呢度繼續同我哋一齊探索下一個主題。